我来关心花莲的鲁谷堰仔口降低崩山湖关渡这个工程要持续伫咧进行。若是引流下水，边仔溪流的水位可能会压悬，所以林保署讲今仔日有发简讯通知，嘛请民众暂时莫去溪边。目前这引流下水已经有看到效果，会继续施工来降低灾害风险。 真水离家沙头乌开两台怪树，今日这花莲太鲁谷堰仔口崩山湖坝体顶面，25已经对坝体降乌2公尺，26早起搁在乌深造线，尤其是乌出一条比水面较低排水槽引流湖水，来降低这个崩山湖的水位加脱水量。这个地段的土壤都是块石跟那个碎石，水流下来到中间它就往下面渗透了，所以应该是没有那种溃堤的危险。 虽然引流的水量未影响到下游的村落，不过沿线开船的水位可能因此上升。林保署发出细报简讯来警示，警方也出动广播宣导，爱民众提高警觉。水势会变强，请各位乡亲不要在河边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不知道引流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预先提醒民众不要接近河床边。林保署花莲分署讲下晡观察。 降坝引流工程已经有成效，让崩山湖的水位慢慢降落来。老丹桥桥边积水也较退，不过坝体结构无明显下流，所以医院的继续来作业。结构都是那个大理石降挖了大概50公分到1公尺宽的这样的一个河道，流的速度虽然很大，但是没有冲坏那个坝体，每小时3公分的速率下降当中啊，希望把它降挖到那个至少溪隧道口那边就不积水了。另外，7个台南市丰台中从中南部地区，总统热情到离岛国到台南，关心灾民的房屋修理的情形，稳定中央甲地方合作推动灾后复原工作。 强调对着也未修复的这个房屋，政府会继续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